好快又到咗1年1度嘅情人節，喺本期節目開始之前，我先祝各位觀眾有情人終成眷屬。炮製情人節大餐，牛扒係唔少人嘅首選。今期節目，我想為各位廚房初哥提供一個更容易烹飪嘅平替方案，用漢堡扒代替牛扒，配上秘製洋葱蘑菇汁，跟住我嘅食譜去做，同另一半過一個浪漫又溫馨嘅情人節。首先，我哋將蘑菇、洋葱、大蒜同埋新鮮番西分別切好備用，跟住落嚟處理漢堡扒。煎之前15分鐘，均勻撒上海鹽同埋黑胡椒調味。切記唔好提早用海鹽嚟醃製漢堡扒，鹽分過早滲透會令寶貴嘅肉汁流失殆盡。往鍋入面加橄欖油，用細火嚟煎漢堡扒，表面變硬之後翻過嚟，每邊煎4分鐘。然後及起備用，唔使洗鑊，加牛油，將洋葱、蒜粒同埋乾番西炒香，然後再配以番茄膏嚟繼續翻炒蘑菇。番茄膏相較於番茄醬，質地更為濃稠，可以為我哋嘅醬汁帶來濃郁嘅口感同埋風味。蘑菇炒軟之後，撒上麵粉翻拌均勻，然後加牛肉清湯或者清水，細火燉煮醬汁。試味之後，用海鹽同埋黑胡椒嚟調味，將漢堡扒重新回鑊，一齊燉煮2分鐘後，夾起上碟。最後，我哋再加入1片牛油到醬汁入面，撒上新鮮番西，將醬汁收到濃稠，淋到漢堡扒上，一道非常適合情人節燭光晚餐嘅料理就製作完成啦。